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好，大家安安，又搁来到咱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今仔日是第一季第3集，欢迎大家参加。我是主持人阿明，还有甲我作为主持的小嘉。咱这个读册会的 Space 有录音做成这个 Podcast，咱头前的读册会嘛已经伫各大平台的 Podcast 拢有上线。有趣味的朋友，请多多利用。若是有介意，请甲阮注文甲放送。以上报告，多谢大家。好，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是这个伫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423页的所在，线顶第74期第1页。这篇文章是陈如意先生所写的。台湾有人利用语言文化分裂祖国。咱即马就来开始进行咱的读册会。维克，敢有方便替咱读一下？好，大家好，我是维克。好，无咱先请你来读，好，谢谢。199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甲台湾研究所出版的季刊《台湾研究》内面有一篇张光辉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写的专论，题目是情惊。这个我袂晓读。台湾有人利用语言文分裂祖国的图谋，开头第一节安尼写：近年来，伫咱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同时，台湾煞有人加紧对台湾文化教育的改造，亲像修改中小学教科书，试图甲台语变做国语来代替普通话，削弱台胞，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民族意识，切断台湾同胞甲祖国历史甲文化的关系。我想每一个台语文关心者拢会同意张光辉先生的这个论点。推广台语文甲台语文化会削弱台湾人，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民族意识，嘛会改变台湾人甲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而且，咱会使进一步按正面来讲，台语文的推广会加强台湾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台湾民族意识，增加台湾人甲台湾历史文化的关系。莫怪对台湾人有领土野心，对台湾人有殖民统治心态的中国会积极反对。张先生写，今仔日甲方言问题政治化，而且甲伊当作分裂祖国的工具，这是毋稳准的。咱共款坚决反对平心来论，这条路是一定行袂通的，而且危害性也真大。好，以上谢。感谢维克。有几个所在吼，要甲大家讨论。我请迄个小嘉看卖有啥物问题来甲大家讨论。可能是你读伤紧啊，所以我听迄音敢若有淡薄走去，就是下骹算起来第3段，咱共款坚决反对。我听着你讲坚啊，还是坚？好，以上。好，感谢小嘉。我家己吼，我看开几个所在。第2节所在，台湾研究会出版的季刊《台湾研究》啦吼。伊本身这个研是第2条，倒带维克可能读做第5条去吼。读做研究去，好，这是一个所在。过来第3节所在题目吼，整体的体啦吼。
拄则维克有讲字字毋知要安读，其实我嘛毋知要安读，所以咱来甲查一下，看字字要安读。现场朋友若方便，嘛会当做伙来查哦。敢若会当用汉字来查啦吼，所以咱就用汉字来甲查。其实看着这个题目的时阵啊，我本来是想讲要读华语哦，因为这是中国人写的嘛。啊，毋过因为作者伫咧写伊迄个即句话的时阵，伊有用白话字，所以我想讲可能爱试看觅用台语来甲伊讲出来。感谢小嘉，咱即字我有甲查出来，吼，伊是伫咧简字典内底写的，吼，毋过简字典吼，大家互伊参考一下吼。我用高字来查的，伊即读做铁，第4条的铁 ，THEK，惊铁，台湾有人利用语言文化，好，互大家做一个参考。伊其他其实有其他的音，吼，比如讲佛动，第7条的动。毋过伊正确来讲，都毋知要安怎甲读即字，因为即个书本身伊就是华语啊嘛，吼，所以大家就参考一下就好。过来，尾仔算起来第5节所在领土啦，吼，头拄维克读做领土，我是拢讲领土，家己图书馆内底有收诶，着即几个所在，维克家己，你讲有啥物所在想要有疑问，还是想要分享诶无？有啥物所在有问题无？就是读诶，毋知影倒位要变调。倒位？你讲啥物所在？我感觉规个拢足长。规个？第7节迄个大包场诶，迄个词，啥物肉？下肉。下肉吼。嘿，我阁有一个所在吼，介绍听着维克讲诶，第9节诶所在，后壁卡我后壁遮推广台语文。拄则维克是毋是读到推啊？推广？我介绍无啥会记。推广，你读推广晓？推广。推广。OK，安尼无问题。感谢。好，感谢维克。佫刷落来，大家敢无啥物问题？关系即趴，嘿，我敢要请问第5节，是，恁会读吹动还是会读推动？我的惯是我会读推动咧，毋过我毋知我安尼读对啊毋对，有道理咧。我感觉拢会使。你嘛感觉拢会使？若是讲吹讲，我就会读吹啦。毋过若是伊写吹动，这我就较无确定。好，安尼甲查吹动甲推动，拄则我甲查吼，推动甲吹动两个拢 OK 哦，两个拢会使。你个教育部顶悬是推动甲吹动两个拢有收，其他的书典内底吹动甲推动嘛拢共款有收，所以这个所在就互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吼。像迄个推广啊，较早嘛是拢讲推广嘛拢讲惯势啊嘛。我感觉讲无甲改过来，改做吹，吼，大力甲吹落，迄款的意思。感谢鸟豆，好，安尼咱继续咱第2趴，敢有朋友要来试看觅咧？即摆较底我来好啊。好。下面是张先生所列出来的反对台语文的理由。借口。第1，台语是方言。所谓台语、母语应该是台湾的方言，就是福建的闽南语，或者称呼做福佬话。闽南方言会紧伫中原。台湾除了原住民以外，大多数是大陆汉民族的移民，有闽南人，有客家人。闽南人自称河洛人，又称福佬人，讲的是河洛话，又称福佬话。河洛是指中原黄河洛水一带。客家人甲中原看作原乡，而且佫讲按汉语史的角度看，国语
甲台湾方言拢是古汉语演变发展出来的，是一个老系内面的干流甲支流。意思就是讲，台语是古汉语发展出来的方言支流，所以袂使做台湾人的国语或者法定语言。但是中国的国语、普通话嘛是古汉语发展出来的一个地方的话甲支流，煞会使当作是国语法定的语言。欧洲真侪国家的语言，亲像英语、法语、德语种种，拢是拉丁语系发展出来的方言支流。照张先生的意思，嘛应该不稳准当作英国、法国、德国的国语法定语言。以上。好，感谢小甲给咱读第二趴，还有一个所在哦，就是咱即趴吼，第一趴的所在啦吼，第二趴第一节的所在，上尾一句话是一个流域迄两字，你敢会当搁读一遍？流血哦，我是不是读流血啊？其实我较查即字应该是咧读流血，流血，好，嘿，感谢。好，我其实其他是无啥物问题，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敢若是想要讲，等于老师、男女生诶伫遮讲诶拢有影，张先生就是咧替家己找借口，因为我知影咱家己是要自称家己是闽南人，嘛要自称家己是河洛人，这我看着就感觉足爱笑，因为我毋知影伊倒位来的自信讲，咱遮诶人是会自称家己是河洛人，因为河洛人是客人号，讲台语诶人号诶名，毋是咱家己号家己诶名，安尼，这就是我想要分享诶。好，感谢阿杨，咱现场有朋友举迄个举手，马路口，我安尼叫敢对？我若毋对，请你甲我指正。马路口，嗨，安尼敢有听到？你好，大家好。有，就是即马念的即趴的部分，毋是张先生讲的嘛，是陈雷先生讲的嘛。就是伊咧讲小概讲就是闽南是几队来的。毋过我对即件代志有淡薄仔足晓伊的，因为闽南就是讲中原以外的人嘛，敢毋是？毋过伊即句就是就是闽南方言的根伫中原，我感觉足奇怪，足矛盾的啊！我感觉嘿，是安尼。是，因为拄则像你讲的，迄个闽南，迄个闽啊，我觉得像伊本身的意思就是野蛮的蛮嘛，对无？刚好做闽南人嘛，闽南伊毋是，伊会甲伊中原的人会甲讲闽南人，就代表闽南迄个所在，因中原人讲的闽南，因就是甲因当作是华族嘛，对无？会甲因叫做闽南人嘛，就是安尼嘛，甲因当作是华族，毋是中原的人，才较好做闽南。伊这所在佫讲闽南，佫讲是啥物中原的黄河，咁就像你讲的啊，做交易的所在，就是伫咧遮。歹势，我想要甲你请教，我拄则甲你叫马路口，安尼敢对？若毋对，你甲我指正。我是较希望大家叫我丸啊。丸啊因为，OK，马路口是日语的马路的意思，马路就是一个圆圆的物件嘛，马路所以叫马路口还是叫丸啊拢会使。OK，好，安尼后回就叫你丸啊。好，感谢你，真欢迎你来。嘿，阿杨，你讲。无，我毋知影拄则丸仔讲的，就是因为拄则小甲读的，其实第一趴就是台语是方言，毋是陈雷先讲的，是真正是就是张先生讲的。第二趴则是陈雷想要解说，就是安怎伊讲的是是一个借口安尼。因为拄则若像我听丸仔讲是讲闽南方言会根伫中原，
迄句是单位讲的，因为伊有甲考起来，我毋知影就是 quote 迄个台语要安怎讲，佮伊有 quote 就是迄是张先生讲的，所以第一趴的部分是张先生讲的话，毋是单位先讲的话。是，我想要补充嘿。我甲伊有补充者，好，那个阮这要讲，这你讲。无，你先讲，无要紧。好，就像阿杨讲的安尼啦吼，伊像这台语是方言啦吼，伊头一摆的所在，伊个考起来的迄个所在，迄句话都是张光辉本人伊讲的话。啊，下面第二段的部分，都是单位先摆要甲吐槽的话，安尼，我要甲阿杨补充伫遮，拄则这你有要讲话，你请讲。对啦，我要甲大家讲的意思拢是共款的吼，就是因为即篇文章就是针对迄个张光辉即个人伊所讲的话，啊，陈瑞生呢伫咧甲伊毋是讲辩论哦，就甲讲伊讲的是毋对的，所以才会甲伊分做4拍安尼，甲伊讲，迄个张光辉即个人讲的是毋对的，无正确的。啊，所以伊伫个每一派的下骹拢会讲伊家己的意见安尼，所以拄则可能马路口无看清楚，我若可能无看好清楚，对，所以伊就是讲，迄个张光辉讲的是毋对的，应该是安怎还是陈瑞生的意见安尼，伫个第2拍。好，以上。我若请讲。歹势，因为坦白讲，就是到即马也是足侪人，就是甲张光辉讲的是共款的，就是一直咧讲什古汉语啊、闽南语，就是咱就是以早中原安那，就是到即马也有人咧讲歹势，所以我误会啊。我想讲是用即点来去就是安怎讲，争取讲台语伫台湾的正当性安尼。我掠准，因为即马也是有足侪人，就是甲张先生讲的话是共款的，就是。甚至用啥物古汉文来做推广台语的一种方式，讲就是用即种方式来去推广台语文化安尼。对，以上。会讲遐话的人拢是中国人啊，以上。对，所以咱爱大声讲，我讲的是台语，你讲的这是闽南语，你莫摕闽南这2字套伫阮台语的身上，对无？大家讲对毋对啊？对，好，感谢大家分享哦，读了真好，讲了真好。路易都有清麦，是毋是有要先讲话，若有要分享的，来，请。大家好，我路易都，我是讲要来念说了来接拍。好啊，无咱就请路易都来替咱读后一拍，第3拍台语有音无字一拍，安尼。台语有音无字，台湾方言有音无字，有人伫创作文字，讲敢若用90至100小时训练用台语读册，就会当写出台语用字。伫遮咱先来看台语甲汉字的关系，大部分台语会当用普用的相对的汉字写出来，用即款汉字写出来台语，大部分的台湾人读有。嘛知影意思，有一部分台语毋是汉种语系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来的，无相对普用的汉字。若是特别要用汉字表示，就爱用新创的，或者是汉用的汉字，写出来真侪人读无。张先生讲，台语有音无字是错误的。应该是大部分的台语有音也有汉字，小部分15至20% 有音无汉字。但是无汉字并毋是相当于无字。人类有文字的历史以来，除了汉字以外，又有真侪无共款式的字，特别是现代科学文明。政治文明上发达先进的文化，因拢是用拼音字，毋是汉字。拼音字比汉字效率加真悬。台语拼音字按1860年代已经伫台湾使用，
到呾所累积的文献真济。即个拼音字罗马字的系统用24个字母甲7个声调符号，会当完全表达好咯话所有的2000以上的音节，还是音节。9万个以上的语词，小串上字主编的历代大词典，客语嘛有类似的拼音字系统。有甚是讲台湾方言有音无字，亲像在批评英语有音无字，实在是用汉文化井底水鸡，真的世界来看的，完全好认了拼音字的价值。以上。感谢罗伊多在咱读第三趴的所在，感谢。我甲咱表达一个看法，就是因为即趴读到讲即个张善讲台语是汉中语系嘛，因为我会记得我一开始来有参与到即个读册会上去读到一篇，应该是日本学者还是日本教授所写的，嘛是一篇台文的文章伫台湾通信内底，就是有讲到较最近的即个研究，比如讲台语，来讲广东仔话即类即方面的，比如讲应该是讲拄我主持人所讲的，迄个闽南，若是讲华语，就是南蛮的意思安尼。可能应该是拢是百越华语百越啊，就是即个算讲，若照要讲，应该是为越南即边是源头看起来。即个研究嘛，含算 DNA 研究嘛，较 consistent， 这应该是会当来推翻讲台语是即种汉中语系即种论点啦。以上是多谢罗伊多。这个所在，大家讲有要先讨论一下，还是讲咱先来看一寡字？原啊，请讲。就是迄个无共款式哦，敢是安尼念？无共款式，嘿，对，我想伊这，我先甲大家讲一下，伊即拍的所在，伊其实有欠字，伫个册顶悬伊是有欠字，毋过伫个线顶伊是无欠的。头顶算落第十纸的所在，较尾啊遮，但是无汉字，并毋是相当于无字，所以伫个册顶伊迄个就无甲拍起哩，绕高去啦，毋过伫个线顶有即个毋是，即个后壁像原来讲的这除了汉字以外，也有真济无共款式的字，拄仔即句。罗伊多一个所在，就是迄个除了汉字以外，也有，迄字，拄则罗伊多改成是读做悠，还是安怎？袂记哩。我感觉是念悠远，还是你读做悠的款咯，悠，我直接念。嘿，一只就是读做雅乌，还是雅乌，还是雅乌，拢 OK。佫有一个所，拄则我那的问题敢有甲伊回答着？无共款式。伊后壁迄个，无共款式，无共款式，的字，因为咱头一摆看像会甲迄个共甲款甲伊斗做一个字来读。OK， 所以我去买衫嘛，当讲，敢有别的款式，安尼讲。应该嘛是会使，应该嘛会通咧。款式，这听起来嘛是嗰种算较现代的讲法啦。有淡薄像华语。对。OK， 安尼佫有迄个音节，敢是安尼念？2000以上的音节。这个所在爱读做音节无毋对啦吼，大家若有迄个这也是鸟豆，你若有听毋对，会使甲我指正，读做音节啦吼。读音节，文章甲音甲用节，一节安尼对无？是。我直接甲大家补充一下大家补充一下，拄则迄个原来有讲到迄个款式，我有去甲查，有即个字款式，伊是SIT，毋是色，毋是 SEK，即个款式是
伊是伫个台日大书典内面有收诶书类，有收诶书，安尼大家会甲记起来。啊，伊诶汉落诶台文解说嘛是讲样式模样安尼，分享互大家知影一下。啊，过来，嘿，阿尤，我是想要讲，就是你若是试入去看，就是嘛是有款式，两个拢两个，OK 讲 OK 法拢有。OK OK OK，感谢阿尤，我除了要甲点入去看详细，都是感谢阿尤诶补充，就是款式甲款式拢会使。好，感谢阿尤诶补充。啊，搁一个所在即拍落去大太阳台即拍尾尾啊算起来第二纸，实在是用汉文化整底画，整底画迄字读做画啦。啊，离迄个台日大书典内面，即个词嘛是有收，啊，都是水假意思啦。啊，真 世界电视的视，比你读做诗，啊，敢有无共款的读法即字？我拄查的是直接翻较白话就眼界。眼界安尼好，感谢。安尼个算起来，尾仔算起来，第四座的所在，就是迄个主篇日台大书典，迄字读做典，啊，落度拄则敢若读做店，啊，即字就是读字典的典，书典的典，即字读做典，安尼。好，啊，我诶有看到的所在，就即几个所在。啊，大家敢有搁要讨论，还是讲要分享，还是补充的所在无？啊，有一个问题啦，就是，毋过这讲起来可能有淡薄复杂，应该嘛袂，就是下遮下骹，你下骹算起来1、2、3、4、5、6，第六纸啊。伊讲即个拼音罗马字的系统是用24个字母甲7个声调符号。啊，毋过24我一直咧想，咱白话字敢若拢无用到，敢若用到17个尔呢？大家敢有捌认真去甲算过？是无到24个啦，还是我算毋对啊？敢有人知影？迄个字母是以英文来讲是26个吼。嘿，对啊，英文是26个啊。啊，毋对，过我白话字，我迄工伫咧看即边的时阵，我着为 A 写到 Z 我就连遐算，敢若才10几个，我是伤过无聊啊。我就想讲对这24个是我是有较骄疑啦，啊，其他其实无啥物问题，互大家参考一下，有闲大家嘛去算一下，是毋是我算毋对啊？好，以上。对，这大家再来了解者。我毋知影讲你这24个字母是安怎算的。我因为我无去研究，我嘛毋知。啊，大家若有知影的，会当分享。安尼，咱就搁刷落去读。第4趴，敢有啥物人要来替咱读看觅咧？我好，关仔来，请。第3点为语言数规律，我想这图无，这图表，图无图表拢 OK。图无用台语代替国语，不但违背语言数的规律，而且伫操作上会拄着袂少困难。现在的台湾青年已经无可能完全用闽南语客家话来表达比较复杂的问题。做爸母的担心，现代囡仔爱学习的物件真济，若互因倒转来学使用率诚低的上济限制伫台湾的语言，伫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竞争中徛袂牢骹。什么是语言数的规律？这爱请教语言学的专家。张先生这位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对语言数的规律了解偌济，我嘛无清楚。咱要请教的是，倒一条语言数的规律有指出台湾人也或者任何族群要使用因的母语，做因社会第一语文、法定语言的语文。张先生若是真心烦恼台湾人的语言使用率的问题，安尼台湾应该全面废除用中国语做国语，改用英语做国语，全世界会通，效率上悬。学生阁会当省几若年的时间，毋免去学困难了时间的汉字。而且，咱嘛有咧烦恼中国人的语言使用率的问题。
中国若要伫全世界经济一体化竞争中徛会牢骹，上好嘛爱废除中国语做国语，一律采用英语做国语，安尼才有上界有前途甲竞争性。以上。感谢阮啊！大家即拍敢有啥物所在要摕出来甲大家分享，还是补充的无？我刚听到一个字，吼，拄则阮仔读的即拍的第二拍的第二节，全国政协副主席，迄个协啊，你拄则敢若我袂记你读啥，敢若怪怪。好，以上补充。好，感谢小哥。我有一个所在要甲大家提课啦吼，就是拄则阮仔读的头一拍的所在，毋若微币，阮仔读做微币啦。我是读做微杯，所以毋知大家会安怎读即个词啊？微杯还是微币，还是两个拢 OK？我若看字，我会读杯呢，就是杯吼，即两个字安尼斗起来。微杯啊吼，我较我是查读微杯，是以上。啊，阮仔咧我查迄个找台语，伊是微杯，微杯吼，应该是拄仔可能读微币。是，所以拄仔可能读伤紧。系，多谢多谢。袂歹，赞。好，啊，无啥物问题啊，有一个所在，搁阮仔读的第二拍，算落来第四节的部分。吼，台湾人或者任何族群未使用，吼，迄个未啦吼，啊拄仔阮仔甲读做第一条去，读做未 BHE 字去，未使用因的母语，安尼，就安尼尔。啊，即摆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我感觉是袂使用因的母语。对，伊即句话是一个问句嘛，对无？伊讲台湾人或者任何族群袂使用因的母语做因的社会的第一基本法定基本。我是看伊的意思，伊是讲倒一条语言书的规律有指出台湾人或者任何族群所以我会感觉是袂使用因的母语做因社会的第一基本。所以就是减一个字，减迄个袂使的使。我讲足奇怪。毋是，伊有啦，伊伫内底只是咱讲甲伊当做使用的语气啊。哦。目睭花花哦，笑7少年8少年，你安尼目睭袂使哦。这就是有淡薄长句的问题对吧？我感觉讲，伊若要写袂使，啊，伊着迄个使伊哪会写，歹写白话字，啊，其实咱袂使安尼共讲，啊，毋过，啊无我的直觉，我会甲读做袂使用因的母语，歹势，安尼我了解啊，我读毋对去，所以拄则我嘛读毋对去吼，感谢鸟豆甲小甲我指正。啊，即个所在应该就是袂使啦，袂使用因的母语，安尼，系啊，诚闹气。袂，我头一摆读的是，就是我当读的时阵，我嘛是第一个直觉你就会读袂使用。安尼吼，你嘛看会感觉意思，敢若有淡薄怪怪。毋过我拄则若讲我迄个意思，敢嘛会使？袂，倒一个就是讲台湾人或者是任何一个族群袂使用，就是讲华语讲谁不会迄个款意思啊。安尼敢会通？然后你甲看，你感觉你会通无？袂通。袂使用的母语。哦，嘛是会通。又讲倒一条语言书有规律有指出，其实伊是照讲是爱读袂使啦。我讲的迄句其实毋对啦，伊是讲针对迄个语言书的规律嘛，对无？所以鸟豆讲的。毋过讲袂使用这，你讲意思嘛是会当呢，想嘛是会当呢。毋过我想，若要较严格来讲，应该是袂使较对，因为是针对头前迄个
语言书的规律啊，伊是咧问讲倒一条迄个规律有讲着台湾人即任何族群袂使用因的母语哦做因社会第一语文安尼嘛，所以我想苗头讲应该这是对的。好，感谢。啊，拄则原仔有开麦咧讲话，好，原仔正讲。哦，就是我咧想讲汉字真正足麻烦，真咧。是啊，抑毋过我家己本身若以汉落南写的方式来讲啊，即个袂使迄字使吼，我嘛是会甲拍做白话字，我袂甲写汉字，因为你若甲写汉字，后壁的人可能会甲当做是使用的术器，读的人啊，读的人会可能甲当做使用的词，安尼，哦，所以我咧，若伊是一个词来讲，伊若汉字。就是袂互你读起来感觉客客哦。若要以汉落南写来讲啦，这是我个人的方式。原来就是我要请我家己念倒一条语言书的规律有指出，敢是安尼念？指出对，指出，无毋对。谢谢。好，袂啊，小刚，歹势，鸟刀。我无歹势插你的话，我是想要问原仔敢是自细汉就讲台语的人，我感觉你读了真好呢。细汉的时阵是教年母，就是住伫寄养家庭迄种年母啊，因厝内底是讲台语的。对阿嬷，我迄当阵叫伊阿嬷，对啊，拢对伊看天天开心安尼。天天开心，就是我是迄个年代。讲着天天开心，就是阮顶届的话题咯。好，偌紧，因为有人毋捌看过。OK， 对。这时阵我都爱。你莫讲话吼，像毋捌看过，毋知影天天开心是啥的，拢莫讲话，拢莫出声吼。无阮即马在场的知影自细汉就看过天天开心人的老目仔哦。甲恁讲，莫讲话，莫出声。你安尼讲无讲白呢？啊，现场有几个朋友都无惊麦，啊，伊若无讲话，就代表伊毋捌看过啊。安尼意思就讲因少年就对啊。好啦。我今年我嘛毋捌看过。好，但即摆即个话题是到遮。要讲啥？煞要读册啦，要讲啥？过来天天开心哦。讲一个天天开心，想要欢喜也袂。无怪逐工，我当然嘛希望逐家拢天天开心，对无？逐工拢欢喜。好，逐家即摆敢有啥问题？要分享还是要补充的无？若无，咱就继续读后一趴去后。咱第5趴，敢有朋友要来替咱读一个？鸟豆也袂读吼，咱先请鸟豆来读一个，好无？好，感谢。好。大家了解英语的部分，我会跳过去哦，吼。好，无问题。虽讲台语文制造族群冲突，用人为的方式挂字历史还是挂字历史描读，甲台湾方言当作正统，甲国语看作乌语，而且拍一个族群特异的印记。有害着台湾各族群的和平相处。反观国际上的民族冲突，往往是因为语言无共引起的。即句话应当是讲做安尼才对。中国人政权占领台湾了后，甲中国话当作正统，甲台湾话看作方言，而且拍一个族群特异的印记，有害着台湾各族群的和平相处。语言正统非正统的讲法，代表中国人迷失的独尊自大的中原观念。就是因为这个观念，中国对国内甲四维的民族实行强食肉、正统消灭、压制非正统的政策，产生甲各族群的冲突。咱无同意这个看法。咱的主张是语言平等甲多元语言政策。台湾各族群的母语拢爱有受法律保障的平等地位，无正统非正统、干流支流的歧视差别。
张先生各用江浙民的话，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5000年灿烂的文化，一直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袂晓念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为着这个目的，伊主张爱做下面6项工作。好，感谢鸟豆替咱读第5趴。拄则鸟豆有讲到几个所在，吼，甲要确定要安怎读的吼，咱先来甲大家客考一下。头一个就是咱第1趴第1节部分迄个歌列啦吼，伊伫列大家安怎读？先问大家好啊。敢是爱读理啊，理开的理啊，嘿，理嘿。我家己嘛感觉嘛是爱甲读做理，吼，伫遮甲大家补充一个吼，即个字啊，若读做理，伊本身是第8调，吼因为咱中北部的腔啊，第8调其实无介明显，国内有一点有诶第8调的字会读做第7调去，亲像是即个好食的食，吼，迄个食物件的食，伊本身是第8调。是像我家己是中部人，阮若咧讲话的时阵，阮会讲好食，就变第7调去。伫遮都是要甲大家讲，第8调伫咧中北部的所在，其实无介明显，迄个第8调的声调伊无介明显。有诶字会读到第7调，安尼，甲大家客考一下，分享互大家。拄则有朋友要讲话，咱即马若想要讲话的朋友啊，咱请举手一下，嘿，咱先继续拄则聊到无确定的所在，安尼好无？拄则讲迄个挂字，嘿，对，我嘛家己嘛是读做挂字，因为咱来甲查即个字啊，用汉字来查，吼，有列甲理2个音，毋过你来看伊的解说啊，若读做理，吼，伊有离开、破开，吼，离开的所在，所以我想即个所在读做挂字历史，应该是无颠倒啦吼。我若有讲毋对，请大家甲我指正。过来就是尾啊算起来第2节部分，因为即段话吼，伊是张光辉吼，伊是用江德面的话来讲的，因讲的话就是中国话嘛吼。咱作者伊有甲写迄个下啊吼，有甲写白话字。拄则聊到讲精神纽带，迄个纽，我是读做纽带啦，嘿，因为伊本身就是华语啊吼，中国话所以咱就毋免伤过伫遮研究，嘿，大家若有无共款意见，则举手，吼，来分享。我想要补充一个字吼，毋是讲读对毋对的问题，就是拄则领导读的第2趴的第1节，中国人政权占领，这华文是写汉字是写领吼，那个领啊，嘿，对照拄则罗伊岛读的迄个领土的领啊，吼，这2个都是，敢是罗伊岛？是对啦，对，领迄是领土，这个是占领，这个字这个汉字本身就是这2个音安尼，互大家参考。好，以上。是好，多谢小甲的分享。我就看到遮，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还是要分享的无？歹势，还佫有一个所在，拄则领导读的迄个第5趴啦吼，尾啊算起来第3节所在，一直是维系吼，还是讲维系吼，应该拢是会使维系啦吼。你像咱大家咧讲的维持吼，其实咱嘛会使甲讲维持吼，吼第5条。好，咱刷落来，大家若无问题，咱刷落来佫继续读第6趴。第1，加强闽南客家文化言语民俗的研究，而且加强甲相关学者伫即个范围的交流。第2，目前台胞对受族谱的积极性较悬，咱应当大力支持，主动帮忙，
族群毋若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也是华夏民族对本我毋知影演员的依据。第三，伫台湾国姓宗亲会林德，我毋知影这安怎长句，毋过好，咱应该支持因甲祖籍名地共姓宗亲会建立关系，进行交流，甲歹势，头前遐我嘛毋知。第四，客家人是台湾第二族群，人口400万，咱搁较爱注意甲因沟通。因定定召开客家宗亲会，2000年要伫福建客家人集中的龙岩地区召开第16届世界客属群亲会，咱爱努力保证甲会议开好。第五，台湾人供奉孔子、妈祖、关公、城隍等等。咱应该甲即方面的民间交流甲往来组织好势，增加民间的了解，创作两岸人民熟悉甲爱看的电影、电视片甲歌戏，同时加强甲台湾的同行合作，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也就是甲以上遮的民间习俗、宗教活动政治化，变做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统战的工具，用来甲台湾人的意识牵制伫中华民族的范围内面。按即篇专论，咱会当看出来。张先生甲中国政府对台湾人母语的看法甲心态，是甲国民党伫戒严令时代国语政策完全共款意志。台湾人的母语爱受限制，袂使甲中国话的国语有平等的地位。上大的理由是因为台语是方言，是支流，是非正统的。伫戒严令时代，国语是殖民统治台湾上重要的工具之一。即马又搁是中国要统一台湾共款重要的统战的工具。歹势，读了哩哩啦啦。买好，感谢阿杨。咱先来看吼，头拄阿杨讲较毋知影要怎读的所在吼。安尼我先问大家好啊。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互大家来讲嘛，无要紧哦。族谱。好。敢是我无确定。对，族谱我嘛是拢讲族谱呢。咱若要甲确定一个，咱来查看觅族谱。族谱对，无毋对，多谢原啊。搁有讲一撮第2点，华夏民族对本啥物的依据？即字读做 N 元。本条第1条 N 元。敢搁有啥物所在？好，若无咱搁继续讲哦吼，我就继续讲落。第3点的所在啊，我感觉无介好读啊，就是尾啊，小卡后壁迄句，咱应该支持因甲祖旧名地共姓宗亲会建立关系。即句啦，甲祖旧名地，就因为确实嘛毋知影长久要长去倒，大家的看法咧，是毋是？伊遮是毋是有欠字？嘛毋知，因为线顶伊嘛是安尼写。我伫以后讲是毋是要讲祖先啊？就是咱应该支持因甲祖先旧名地。我想啊，安尼可能会较顺，因为这嘛毋是一个事啊，要甲伊拆开嘛查无字，所以我就想讲是毋是就先安尼。好，我嘛是安尼想咧，是毋是加字祖先的先啦吼？甲祖先旧名地共姓宗亲会。无要紧，咱即个所在，因为
不管是线顶啦，还是讲册，伊顶悬就是写安尼。咱着即所在免做伤过深的研究啊，咱到遮。拄则头前共款即点啊，头前阿阳是讲伫台湾国姓庄钦辉林立，伊讲阿阳拄则是讲伊毋知影长久要长伫倒，对无？对对。我而且我会安尼读啦国姓庄钦辉林立，伊庄钦辉就是一个词啊，就是一个庄钦辉林立，安尼我会安尼读，互你参考一下。好，感谢，因为我嘛是今日才学着，就是因为虽然讲我拄则查就是华文嘛是共款即两年，毋过我毋知影林立是啥物意思，我嘛毋知影华文的林立是啥物意思，所以我拄则才知影讲迄是一组词、一个词安尼。好，了解。这林立应该是嘛是华语词啦，我咧想应该无毋对。好，安尼咱搁刷落来看第四点的所在，第四点第二组所在因定定调开客家庄亲会，即个召开啊，我会讲调开，调开，大家敢有无共款的讲法？我甲大家分享一下伊即个词啊，伫咧台湾的词典，伊是写调开，若伊伫咧教育部的词典内底，伊是写调开。我感觉若是有人会家读做调开可能会想讲是毋是咧调开一个会议的开会啦所以若是我家己头一届读，我嘛有可能会家己读做调开啦毋过既然书顶写是写调开，咱就照正确安尼来读，毋过就是知影迄个意思。好，以上。好，感谢小嘉。后壁共款即点2000年要伫福建客家人一种的良言嘛即字我读做言 GAM，拄阿有读啥我袂记哩啊，歹势即毋过即字若以古字来查会读做言。感谢。好，变细字。过来第5点的所在，是一个变调所在啦我家己安尼读啦第5点。咱应该甲这方面的民间交流甲往来组织好势，拄则阿样，这个织迄个织，敢是改成读做分调我个人这个织的读做变调，组织好势。好，感谢啊。无啥物问题呢？阿样，你家己有啥物所在要甲大家分享还是讨论的无？阿阳做认真的阿阳即摆无讲话，就是咧想无要紧啊，阿阳你请讲。我敢若想要分享讲，大概看到有人想要甲台湾甲中国绑做伙，就感觉足倒大诶。系啊，就我感觉就看这感觉单位嘛真有耐心，甲这张先生写诶。拢总看煞，因为我感觉我家己是，若是看到即种文字，看可能第一拍我就无想要搁看，毋过，着陈先生着真有耐心，甲伊写诶即篇拢看了，着写另外一篇来分享，甲就是想要甲纠正安尼啊，我感觉。单位先真有耐心，安尼，耐心安尼。其实我嘛真钦佩这个单位先輩因为咱讲赞的啦，咱若无甲跳出来吐槽一下因咧掠准讲咱的台语就是因的闽南语，咱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因讲的就是讲讲白贼讲10000摆，就会变做真理。我来讲世间无即款的代志啦，对无？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嘛，咱台语就是台语嘛，你要伫遐闽南咧领导的代志，对吧？所以咱必要时阵咱都会跳出来甲吐槽啊，对吧？好，咱请原有举手，请讲。嗨，
就是我看到伊第6点创作两岸人民熟悉甲爱看的电影，就是用即种娱乐娱乐的迄种方式来加强文化交流。我感觉就是即马咱所发生的代志，就是抖音嘛、TikTok， 啊，搁有迄个歌曲。因为我即马上班的所在有真侪人会去听中国歌手的歌。因为我平常是完全连甚至咱台湾的华语的歌我拢无咧听，啊，毋过我会一直接收到中国，就是真正中国迄边就是北京语的歌，就是拢是伫上班的时阵。对，啊，我提出抗议讲，敢会当卖用公司的广播系统，就是迄种扩音器广播系统来去放送遮的歌。伊就讲，因着用迄种啥物多元的理由啊，音乐就是音乐尔，你无需要想遐济啊，那。要毋过就是，我就讲，啊，毋过迄个所在就是有对咱有，就是有安怎讲敌意嘛，就是伊是甲咱当做是敌人。要毋过咱煞无要伊即件代志，咱一直咧无爱面对现实，讲就是歌曲还歌曲啊，文化还文化，战争还战争安尼。对，所以我感觉就只有我一个人咧抗议即件代志，我嘛感觉像狗吠火车，所以就是感觉小忝，因为坦白讲，就是因遮是多数，咱是少数，就是咱真正有台湾意识、本土意识的人，确实是少数，所以对即点我感觉真正就无奈。以上。多谢阮来分享，你嘛辛苦啊呢，伫迄个环境内面吼，你会互你感觉做解救的无？伫迄个环境啊，敢会？超级解救的，毋过我嘛有提出一寡行动，就是我即马要做一件代志，我已经有甲主管讲啊，就是讲我无想要用，就是听着公司放一寡莫名其妙的中国歌。对，伊会讲，你就无啦，迄只是一个音乐尔嘛，你甲伊当做是一个 BGM 嘛 ，background music。我无可能啊，因为你放出来，你就是影响着别人啊，对啊。所以我即摆要做一件代志，就是讲，因为因认为讲无人去讲，就是代表大多数的人拢同意即件代志，无意见。伊感觉讲无人表示意见，就是无意见安尼。要毋过我一个人，伊就感觉讲无准算，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去抗议，所以伊就甲我就是要甲我舌头啦，讲就是以后就是你若想要放你的歌，嘛会使摕你的手机去请迄个主管帮你放安尼。对啊，我即摆意思就是，我即摆想要做的代志是讲，我着来统计，就是统计大家讲，就是对即件代志。甲我共款，就是你认为讲无应该用公司的迄个广播喇叭放歌即件代志，就是希望讲大家有意见会当怎讲做一个表达安尼。对，我是摆咧做即件代志。对。好啊，我会甲你支持。毋过吼，迄个原来你若有即个有结果的时阵吼，会当来甲咱大家分享一下。我即摆是惊讲迄个统计结果出来是真正我是少数中的少数。无紧啊，迄嘛是一种互咱知影的一款知影的迄个，互咱知影环境的迄个统计嘛。日后若有机会，即个请你来甲咱分享一下你的环境是安怎嘛，好不好？OK。真感谢你，好。感谢你，嘛辛苦安尼，辛苦。好，咱拄则阿阳读的这第6趴嘛，大家敢有再有啥物问题无？若无，剩最后一趴，这篇文章剩最後一趴，就对1993年遮，甲读到上尾啊。敢有人要来读？因为我看有，我也袂读呀，对。毋过，因为我看到迄个有朋友佫有清迈哈。毋知是毋是有即个意思想要来读？会读？大家好，我是会读。即马要读册啊嘛？嘿啊，我著想讲要点你来读啊。等者，我洗一下手，我去电脑。好，无要紧，你豆啊。无安尼啦，会读，
咱一人一半，我先读，好无？好，安尼我开始哦。1993年伫加拿大萨斯卡顿开自决座谈会中，托福博士有发表一篇论文，题目叫做《语言甲民族自决》，写我台湾通信28期，1994年2月份。内容有几个重点：第一，语言是一个人自我认同，也是一个民族的族群认同。语言灭杀，这英语我先甲人过，是消灭被统治者群体认同、民族意识上有效的方法。第二点，统治技术高明的外来统治者，往往利用语言政策，透过教育媒体来互被统治者做因思想、心灵上的努力、肉体的努力的反抗。思想、心灵的努力，毋知通反抗，佫会忠心为统治者服务。第三，语言毋若是外来政权压迫人民的工具，也是被压迫者反抗外来政权的武器。好，我先读到这，咱先来讨论一下，大家要甲我掠包的无？小加请讲。你拄则读的迄个第2点啊，迄个华语是啥物奴隶哦？是。这字我有去查呢，伊是读奴隶。奴隶，吼，奴隶。嘿，对。好，多谢。一拍出现3届，奴隶。安尼我会发3摆。嘿，来请。奴隶。赞100分。感谢小嘉。好，安尼大家敢有有啥物所在要甲我掠包的无？还是讲有啥物所在要讨论的无？还有一个这4点内底头1点，上尾迄句，迄个长句的所在要小注意一下，就是民族意识上有效的方法。迄个意识一个小停一下，上有效的方法安尼。民族意识上有效的方法安尼。我想应该是安尼才对。无问题。好，感谢小嘉。好，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的无？假使若无，咱剩第4点吼，最后1点，佮最后迄段，咱请艾塔来读，好无？艾塔。好。来，请。第4点，有完人权牵桥的一个族群的生死，无尊重少数民族的有缘的人，常常会引起种族的冲突。尊重互相的母語，会促进族群的下寫。中先生这篇专文的内容，所表露的心态，甲一摆的正行，土木先生以上的几点论点是非常正确的。应该是到这就结束吧。对，好，感谢艾塔过所在吼，来讨论一下吼。头一个就是这个语言人权啦吼，语言人权，你若要读做人权嘛是 OK，佮来牵涉，佮来族群，佮来往往会引起种族冲突，佮来尊重互相的母语会促进族群的和谐。佮来张先生这篇专论的内容，佮所表露的心态，佮一摆证实托福先生以上的几个论点是非常正确的。安尼下台也学起来嘿。好，咱这篇文章就读到这结束。拄则其实吼，咱咧读文章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拢有讨论，拢有表达家己的意见、家己的看法。其实像拄则大家讨论安尼，因为作者单位先摆呢，伊是咧甲即个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光辉吼，伊写的专论啦吼，来甲伊吐槽。真侪所在，我感觉有几个重点就是讲，单位先生所讲的、所写的这第2点的所在，台语有音无字啦。啊，佮第4点，
推广台语文制作族群冲突。你讲台语有音无字，台语敢真正有音无字？咱知影诶，咱都有白话字嘛。甚至讲你要用汉字，嘛是一种诶文字嘛。所以讲到现此时啦，也有真侪人认为讲，台语都是有音无字。嘛，甚至嘛，侪人咧讲，你咧推广台语文咧制造族群诶冲突。先来讲，我家己本身来讲好啊。其实在座诶大家拢是推广台语文诶先进。伊讲制造族群诶冲突，我是无解认同啦。因为咱是咧推广咱家己诶母语，是安那咱会变做制造族群冲突诶一群人，这我就无解理解啊。因为阮诶母语就是台语嘛，今仔日若是讲伊诶母语是客语诶人，还是讲原住民语诶人，伊咧推广伊家己诶母语，咱敢会讲伊是咧制造族群诶冲突，袂嘛？对吧？咱甚至搁甲鼓励讲，你都爱较接出来推广你诶母语，不管你诶母语是啥物款诶语言，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语也好，鼓励你出来推广你家己诶母语，安尼毋则是对。我家己咧，我想要讲诶就是讲，我家己咧推广台语文诶方式就是讲，我讲我家己诶例好啊啦，我其实嘛是甲去年2021年。差不多5、6月遐，才知影有白话字的存在。在迄当时，2021年5、6月迄之前，我并毋知影有白话字的存在。我会当接触到白话字，我嘛算真 lucky 啦，嘛算好运。我知影讲，我家己的母语伊是有字的，而且伊会当甲我纠正讲，我其实原底一寡发音的毋对的所在。这是一点真大的好处。过来就是讲，我自动我知影台语有字，知影了后，我伫我家己的推特啊，家己的社群媒体咧写一寡白话字，甚至讲即摆咧做这个俗语的部分，我感觉对我来讲啊，现此时大家咧写白话字，其实恁都是推广者啊，恁拢是推广者，在场的拢是啊，有咧写白话字拢是一个推广者。这就咱之前有人讲的啊，台罗证书啊。毋过我无啥爱用台罗这两字啦。咱甲或者咱是母语证书好啊啦，母语证书啦，咱是母语证书。咱咧推广台语文的中间，其实要去引人来了解这个文字。我的方式就是讲，你若毋知影，会当甲你讲。我相信真侪人是毋知影有白话字的存在哦。我相信啦，所以讲。咱做一个推广者，就是咱就尽量写，就是一种推广。过来就是讲，人若毋知影咱也无需要去甲人歹声扫啦，无这个必要嘛。咱就好啊，豆豆甲这个族群甲混大，安尼，就拄则像我讲的，在场的大家拢嘛母语证书，对吧？你有咧讲，你有咧写，你都是母语证书啊，你就是推广台语文的一份子啊，对吧？一部分啊。搁较边讲，有人讲台语有音无字，倒位来无字？你讲无字，安尼汉字，伊迄就是字啊，伊迄就是字。你就算讲伊是汉字，伊就是字，毋是讲伊是汉字，就表示伊毋是台语的文字，毋是安尼讲。毋过我嘛是较推荐大家讲去用白话字，安尼毋管你是要用全白话字，还是汉罗南写拢好，我感觉以一个推广者的角度来讲，汉罗南写其实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对毋捌台语文字的人来讲，虽讲伊可能会晓讲，毋过伊毋知有即个文字的存在。我感觉对即款族群来讲，伊是一个真好的起引点，互伊来学罗马字，互伊来学即个台语的汉字，这拢是真好的出发点。所以你来看咱台语车帮倒数的台语车帮即个 YouTube， 即个俗语的所在，迄个内容的所在，你若有甲点开其实阮有白话字，嘛有用汉罗南写的方式。目的是啥？目的就是要互点开即个影片的人知影讲台语是有字，除了这以外，就算讲你看无白话字，下面嘛有汉罗南写的方式。我相信加减，你拢会当读会出来。伫俗语影片字幕所在，大家会记得若咧看影片的时阵爱甲迄个死死的字幕点开，
阮其实拢是有字幕的哦。哦，啊，毋过我看有迄个后台的所在啊，其实有真侪人无去甲迄个四四字幕甲点开。哦，啊，你若甲四四字幕点开，阮拢是用全白话字，都是无汉字啊啦。所以你会记咧甲四四字幕点开。哦，啊，你会当一句一句听，因为迄个字暂停嘛，所以大家当一句一句听。我想到话，歹势，就是安尼，就是以上，就是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所在啦，吼，就是要甲大家讲，恁拢是无语证书。好，安尼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收尾。啊，今仔日呢，真多谢大家的参与啦，吼，感谢现场有来甲咱读册的朋友，啊，真欢喜，啊嘛有今仔日嘛有真侪新朋友吼，啊来现场，总算 Twitter Space 的问题总算是解决啦。希望讲后回呢，莫阁出现即款的状况啊。啊，而且甲大家预告，吼，咱后一回读册会时间是4月11拜二，吼，拜二暗时9:30，爱记哩，吼啊，共款咱所有的资讯，咱拢会放伫即个 Twitter，吼，咱台语车帮的 Twitter。好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万事如意。大家安安，大家后回再会，再会，拜拜。拜拜。拜拜。今仔日的语词：下入、领土、占领、流血、款式、款式、违背、挂历、井底蛙、姻缘、吊开。